88课，学生要甲耶稣伫咧。迄当耶稣甲伊诶学生爬食饭诶时，耶稣甲因讲真济真好诶话。伊讲：恁诶心毋通忧闷，恁着信上帝，恁也着信我。恁诶忧闷着交互我，恁着受我诶带领，恁着三听，恁着我靠我，听我诶话。伫我诶爸诶厝有真济房间，我要去甲恁备办所在。我讲我要去甲恁备办所在诶时，恁着我靠我。我讲我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，恁着我靠我。我要甲恁备办房间，我要过来接纳恁。我所伫咧诶所在，我也要接纳恁伫遐。恁通我靠我，也通我靠我诶天父。我所去诶所在，恁捌即条路。多马问耶稣讲：主啊，你要去倒位备办房间，互阮通住？多马讲：阮毋知影你要去倒位，安怎会通知即条路？耶稣答多马讲：多马，我要去我诶爸诶所在。多马，我要甲你讲即条路。耶稣甲伊讲：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若无对我，无人捌真理；若无对我，无人得到永远活；若无对我，无人会通去到天父遐；若无对我，无人会通入天国；若无对我，无人会得救。耶稣诶学生腓力讲：主啊，用地互阮看，阮就要信。耶稣应腓力讲：腓力，我甲恁带到遮久，恁还毋捌我吗？一定看见我诶，就是看见爸。天父是甲我同款，爸带伫我，我也带伫爸。恁着我靠我诶话，恁有看见我所行诶事，所以因为我做爸诶事，恁着信我带伫爸。恁要比我做较大诶事，因为我去爸遐，恁要比我做较大诶事。我诶天父比我较大。恁着求，伊要互恁，伊要互恁做较大诶事，因为我要求伊。恁伫我诶名，若求什么，伊要互恁。过无偌久，世间人无要阁看见我，总是恁要看见我。恁因为有信，要用新诶目睭看见我。我要接纳恁，伫我诶国，恁要看见我。所以恁诶心毋通忧闷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恁着听我，也着守我诶命令，